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人人抢口罩防疫的同时，乱丢口罩的状况却不断发生，造成环境污染。而如何处理这些废弃物，也成了环保的新议题。带您来看相关报道。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保持社交距离成为日常生活关键字，口罩更是不离身。但是台湾日产上千万个口罩，如果大家每天至少用一个，等于一天就有2300万个废弃口罩。如果再加上全球人口使用量，累积的废弃口罩让人触目惊心。而废弃口罩如何处理，有没有更环保使用口罩的方式，成为防疫期间另一个思考课题。新冠肺炎疫情险峻，民众在医院隔离治疗，又或者是医护人员使用过包含像是口罩所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就怕成为病毒温床。究竟在医院内相关的医疗废弃物如何专业处理？带您一块来关心。清洁人员全副武装清理垃圾，就是因为包含口罩的相关医疗废弃物，上头可能沾染体液、口沫，属于感染性医疗废弃物。也因此，无论是病房区垃圾收集、冷藏区暂时存放，又或者是最终送往处理厂焚烧，整个过程马虎不得。在医院里面使用的口罩部分，如果是我们的医护同仁使用的，或者是在病房区病人所戴的口罩，这个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医疗感染性废弃物。在医院处理方式，我们必须把它放到红色的垃圾桶跟垃圾袋里面，透过专业的清理公司来做它的一个处理。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使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应该要像我这样随手丢入垃圾桶。随意丢弃口罩，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处以1200到6000元罚款。偶尔还是会陆续看到一些到处乱丢的一些口罩哈，所以我在这个卫环委员会这边提出来，就是在医院也好，在社区也好，或者是在一些相关的机构也好，尤其是医院。那口罩的话要有专属的垃圾桶哈。为了鼓励民众不乱丢口罩，环保团体看守台湾建议卖口罩先收押金，也有立委提议设置专门的口罩回收垃圾桶。不过环保署持不同意见，认为也有风险，就怕被不法人士锁定拿去做黑心口罩。而为了防疫，全国上下各级环保机关早已加强设置超过4000多个标语，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民众不要乱丢。戴完口罩，事实上就是一般废弃物。那一般废弃物，如果你乱丢，事实上会产生一些环境脏乱呐，造成环境卫生呐，就跟你乱丢烟蒂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从一般的角度来处理。然后，但事实上这个是应该要丢到垃圾桶。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口罩有疑虑的话，你就是应该把它包起来，再丢付啊。除了政府机关动起来，饭店业者防疫也是最高标准。由于每周累积使用口罩数量高达1000片以上，因此特地设置口罩专用垃圾桶集中管理。所有员工从员工出入口进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先请他们消毒手部，然后呢还会量体温。那体温合格之后呢，可以领取口罩。那在口罩的处理的话，我们会做单独的包装以及单独的弃置，那就比照环保署的规定，作为一般废弃物来做后续的处理。大家处理口罩谨慎小心，但废弃口罩数量暴增是不争的事实。而为了环保，为了让口罩留给第一线医护人员，许多民众也开始尝试各种不织布口罩起死回生的方法，其中又以电锅加热消毒最广为人知。另外，可以重复水洗、经食药署认证、细菌过滤可以达到80%以上的布口罩也开始夯起来。比如说你用完之后，你就是一般人就是随手丢到垃圾桶。放在就是你可能放在车厢还是放在哪里，就忘了带走。那其实它上面的细菌跟病毒已经在滋生了，对。那别人再去拿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传染的途径，对。那我的用意就是说，我们把不织布口罩做的把这个材料加在里面。有民间业者运用自身纺织加工技术，结合新型奈米复合材料，开发出号称抗菌、抗病毒以及耐水洗3效合一的高机能纺织品，认为要来做成布口罩很有优势潜力。那我的用意是说，你的细菌在上面经过我的涂层 TTA 涂料层，上面的材料会跟细菌或病毒做反应，那就进而可以把它降低它的生长。
业者所谓防护原理，就是靠上头涂料破坏细菌细胞，进而降低细菌生长。因此，即便细菌从口罩最外层进到中间抗菌玻料层时，也会因为上头涂料被抑制生长，与一般口罩相比，等于防护上类似化被动为主动。再来谈谈废弃口罩最后一里路，大多进入焚化厂。大家有疑虑的毒气问题，经过环境工程技术解决掉之后，除此之外，废弃口罩还有回收再利用的空间吗？事实上，不织布也是非常多的种类啊，它因为真正讲要回收是你要能够有单一形态、单一材质，你才回收才有价值。如果你的回收来的东西东一个40%，西一个60%，你的含氯不均匀的话，回收市场的经济效益是不高的。但同为不织布的尿布，现在已经有回收再利用做成再生纸浆的技术，一般医用口罩也能这样吗？如果以科技的这个进步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可以达到消毒，拿到了安全无虞，那个可以重复再使用，当然是可以往这个角度来思考。但是在现阶段，这并不是首要的要务啊。现阶段还是把妥善安全的大家跟病毒做一个阻隔，才是一个要务。经营60余年的2代猪脚店，是政界名人必吃的一碗古早味。而这碗疗愈系猪脚饭，承载着郑家父子超过2代的味道，也陪着台北人走过了半个世纪。台湾话一句话，搞刚，很费工，所有东西从生肉到成品，都是在这个厨房做。从生肉到成品，这中间要3个多小时。然后每一天早上我们要备料，所以一直要从早上6、7点一直要准备到中午的11点才可以准备完成。这3、4个小时我们都一直在准备，一天中午的量。小姐，你要什么？挑一个来。爸爸以前在我们台湾话他是老欧啊。所以我是蚵仔韩籍，从小因为我爸爸是外省第2代，所以从小我们就跟在爸爸的旁边学卖面，学卤猪脚。我们家的猪脚肉不像外面坊间卖的猪脚肉，它是整只猪脚下去卤。你整只猪脚下去卤，会有一个问题说，卤了以后外皮烂掉，里面还不够入味。所以我们比较费工的部分，就是因为要把它猪脚肉水煮大概6、7分熟了以后，我们要冲泡冷水，然后我们要去骨，我们要切片，然后下去卤，然后把它所剩下的高汤，我们做成免费的竹笋汤，让客人免费取用。东坡肉因为它的厚度比较厚，所以我们需要绑绳子。绑完绳子，我们要有2道程序。第一道程序，我们水煮过了以后，我们第一次卤制。我们第一次卤制了以后，我们风干了以后再卤一次，才会入味。不然因为肉质太厚，没有做这个动作，卤汁渗不进去。多收一点。爸爸算是一个。言语上不太会有他的表情，所以就是不管他就是一个扑克脸。然后其实在这家店他做事情来说，他对就是平常还好，可是在工作的时候他要求会比较高。他比较重视的是配方有没有调对，他坚持味道不能跑掉。19年3月1号的时候，我退伍，那时候爸爸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又是我之前都在爸爸身边帮忙，所以我一退伍，我就来这家店帮忙，30年都没有离开这个位置。因为我79年接了以后，我的3个小孩子陆续的出来，然后经济的压力，其实没有想到说要放弃，而是一直想说改变，如何改变让生意好因为小孩子都要上课啦，
然后家庭费用啊、家庭需求都很大。虽然会比较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啦，可是有的人辛苦未必有代价，我们辛苦是有代价。之前路过的时候就觉得这看起来是蛮老的一家老店，然后想说试试看。那吃了之后发现它的东坡肉也好，猪脚肉也好，都卤得很入味这样。老板很阿莎利啊，很亲切啊，见到面我们就会打个招呼啊。然后他说你又来啦，这次要吃什么啊？哦，我喜欢吃他的那个猪脚饭，就是这种，有点带肥肉，那吃起来口感呢就是 QQ 的，然后呢吃完就满嘴都是黏黏的这样子，然后又很入味。这个是马英九，他当市长的时候，隔没有多久他就当总统，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星哦，很幸运哦。他来了以后，我的生意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当一些老客人啊，他经历了若干年以后，他又来我们这里吃饭，然后来我们这里吃饭，他会觉得说，抱着一种没有吃到好像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就每次来。歌手林心怡出道16年，终于在去年底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向着音乐路上勇敢迈进的她，曾经因为外界的批评，害怕听见自己的声音。如今，她找回自己最有自信的模样。压力蛮大的，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我公司他们对我很好，就是可能对每一位歌手啊或音乐人来说，作品它代表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人的面相。比如说这是我这3年来准备的，所以这3年当中我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起伏的这一些面相，对，就是展露，就是把它放在这个音乐作品里面。以后还敢不敢再为爱勇敢忘记过期的诺言？不行，将木落叶。辛苦是每一次都辛苦啦，对，但是我好像都还蛮享受那个当下的，但确实在星光之前我有比过赛的经验了，但是星光却是我很拼。但也中间有过得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压力很大，因为可能在那个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这节目又比之前的更让人家看到，然后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开始有更多的批评指教，有被人家讨论的时候，反而压力就来了，很奇妙，就是我又很想被人家看到，又不想让人家讨论。可能就是那时候很担心被人家不喜欢吧，对，那现在都可以接受。其实本来就你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这样子。那我在维也纳是人生第一次到欧洲，然后有感受到种族歧视的经验。我那天去表演的时候，在那个会场，然后那个负责人，他们其实人都蛮高大，然后真的是彬彬有礼，可是他就把我拦下来，我就说我是这一场各公司的表演的嘉宾，然后我们今天提早到，我们要先去休息室。他就说没有，而且他有给我们那个通行证，他就说没有，他请他们的人下来带，不然你不能过。我说但是我是表演的人，他说你就是要请人下来带你，然后我还秀那个表演证给他，他就是不让我过。然后之后他们的人下来就说他真的是歌手，他是嘉宾，然后他就也不看我，他就说OK， 就也没有理这样子，就第一次有感受到有一点。我那时候好像跟我朋友在聊天，我也就是还好，但我有感受到，但就是觉得说。可能因为第一次去，我不确定那个对我来讲是不是，我确实有感受到不舒服，可是我又不能很肯定的说他一定是歧视我，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记着，然后就让他过这样。有一段时间也不敢听自己的声音，可是你知道进录音室，其实你会很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当时候就很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很抗拒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一直到真的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年纪的增长跟累积了一些生活的经验之后呢，我比较敢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也会去回顾说，看一下以前自己比赛的片段，以前真的是不敢看，会觉得一定很难听啊什么的。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够面对？一直到好声音那个时候吧，大概是5、6年之后。我想看清，却越看越不清。我以为我已经到达天堂，却怎么还是失望？我想看清，却越看越伤心。受伤啊，就是他们会说我的化妆跟穿着好像我在做槟榔妹。那我心里想说，槟榔妹她做错什么事吗？对，就是她也是一份工作，可是她觉得我站在台上把自己打扮成那样不得体，或者是妆太浓啊，然后就是长相什么长得不怎么样啊，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礼物。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的眼睛很漂亮，然后就觉得这是妈妈给我的礼物啊，但是就有人会去批评这些事情，仿佛好像我全家人都中箭一样。所以是怎么样？我不应该出生嘛？就那时候，我是一个会悲观就很悲观的人那一种，我就会想到最坏的这样子。你有就是留言回击吗？我不敢，我不敢。那你有因此是受人家一度想要放弃吗？就是不想要走上台前这样？就突然觉得自己一直想要成为大家期待的那样子，然后好像又成为不了，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要唱了？好可怕。可后来，跟其他的过了几年之后，遇到以前的战友，他们就说，其实他那时候也是都会被讲啊什么的，然后才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只是可能每个人花的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情的时间的长度不一样。那我算是花比较久了，对。所以现在遇到有人会讲这些的时候，就还好。觉得还好，因为就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做专辑、录歌、你想要呈现的任何的事情上面，你知道你自己下了多少的苦心，那就好了。就是自我肯定蛮重要的。铁板台上的蛋饼皮与金黄蛋液融合在一起，配上生菜和肉排。这个 2.0 版本的蛋饼是拥有中央大学电机硕士学历的第3代老板谢东廷主打的口味，传承60年的蛋饼皮配上新的口感，这样的世代火花不断的吸引顾客上门尝鲜。我叫谢东廷，然后我今年37岁，然后我是这家味鼎蛋饼店的老板，就是我的蛋饼是外面比较吃不到的。然后我爸传给我的时候，就一直跟我强调，就是要外酥内软这样。真正回来学，差不多8年前，8、9年前。然后那时候我是在中央电机硕士毕业，然后我不知道干嘛。对，本来想说要不要去科技业。就是我爸一直想我出国念书啦，他们就好像对我有个博士的厚望。可是我在念电机的时候，其实当新生进去做实验时，我发现哇靠，我怎么会这么讨厌这件事啊？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就是不管怎样，我2年认真的把它念完再说这样。可2年毕业后，我真的不知道干嘛。就是我家从以前到这边在做蛋饼嘛。对，然后刚好我哥在汐止开了一间店，就叫我去帮忙。然后去帮忙的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我跟我哥算熟，然后其他都是新手，然后做的是一团乱。然后第2天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好像有个能力可以让整个团队各司其职。然后做完后，我好像发现，我好像蛮喜欢做这个的。当下有个愿景是说，如果我加入我的家族事业，会不会让我的家人比较轻松？因为在研究所有教我们怎么做 PowerPoint 嘛，我就做了10张 PowerPoint 跟我爸说我要接蛋饼事业这样。我很认真，因为我怕我爸就觉得好像栽培我这么高了，然后又来做这个。然
然后我写的 PowerPoint 就很认真的，我也很战战兢兢的报告完之后，就我爸就停一停说，好，你来啊，这样，就好像没有想象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这样。我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蛮窝心的啊，然后做事情就是蛮有主见的。原先没有预期他会接这家店，没想到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他不想出国了。我一听到这样子，刹那间不能够接受。不过回神再想一想的时候，假设他在国外如果生根就业，那就好像一个儿子飞了。那所以说我心里就暗自窃喜了。我们早上都5点15上班，对，然后前一天会先把料备好一半，酥要先制作起来，然后就是面团做起来后要把油酥就是依比例放进去这样，对，然后这一开始其实是葱油饼，就是一个外省人是在街头卖葱油饼，然后我阿公把它学起来，然后再传给我们。是在目前的美术馆那个地方，美术馆就是当初的儿童乐园、动物园的对面，在那个地方，开始原先是一个豆浆跟冰果室的。动物园前面那里有一个江苏省一个老伯伯啊，他在卖葱油饼。我爸爸觉得葱油饼很不错吃啊，我老爸就开口跟他要求看可不可以教我们，因为他不愿意之下，因为他当初来有两个好朋友过来，一个是在晴光市场，我老爸就转方向去找他。好一段时间，我爸就是从美术馆就是圆山到这个晴光市场骑着脚踏车，这样往返不知道经过多久然后因为帮忙，每天都在帮忙然后从中也学会了。我那时候其实前2年的时候其实很挫折，就是虽然我现在有装潢就是有一些改变，可那时候我跟我爸做其实一直在吵架，吵到后面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他不是我爸的话，我会跟一个上司这样吵吗？对啊，然后后来其实很气馁，因为我其实只要做一些改变，好像就会有意见。他接手之后，他做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的想法跟做法这个我是属于旧式的。我当初的做法是老板兼扫厕所的，什么都兼了。他也是很敢去冲加了很多的新元素类似于说他的饭团用爆浆饭团然后加起司然后加荷包蛋，你一咬起来那种那个流质好像不像以前的那个饭团，就是硬邦邦啦，然后比较干燥这样子。他很有想法然后他蛋饼很单纯的一个蛋饼，他加了生菜啦，或者加了起司这些以前我就是单一的很原味，很单纯。就是其实当时只卖最简单的饭团，对。然后因为我跟我哥就是从小做这些做到大嘛，然后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嘛，然后就打一个荷包蛋加一个起司，然后饭用少少的这样就吃这样，然后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呢就是要改菜单的时候想说那就把它放进去就想不到就还蛮多人吃的这样。早餐其实蛮重要的嘛，第一个选择如果是选择我们，然后吃到早餐他感觉到哇好吃，那也许他的一天就从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